饶平最传统的布马迎宾，来欢迎我们海外的侨校的老师。他第一个是祭祀三山国王了哈，那第二个是当这个地区如果有喜庆，比如生小孩，或者是比如说有中状元，那我们就是每一户都出一匹布马，然后来游街。来自广东饶平县的客家传统，在小朋友身上活泼重现。那这个布马真的是饶平当地最具有特色、代表性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客家话怎么说？这一天，海外侨校的客语教师团跨海拜访客庄小学，让人眼睛为之一亮的还有小小导览员。可以流利说着极少数人还会说的饶平腔，孩子们在成就感中留住了消逝中的腔调，别成为隐形化。校园里更是处处客家意象。我们为什么要从认识我们的文化开始，它才能够跟国际接轨，才能够创新？认识家乡文化，当然不是几个场景解说就办得到。走廊边墙上以捷运概念设计了几条路线，让孩子们在毕业前把家乡好好走一遍，去看校园里这个美丽角落马赛克拼贴的许家老屋真实长什么样子。本土教育、客家寻根，一步一脚印的印记从校园出发。我们透过我们的布马舞透过花布，他会发现他家乡的美。让孩子们去说自己的环境、自己的文化，学习中的成就感，也对客家文化感到骄傲。动特别嘅十家，乡下送出来嘅；动特别嘅十家，乡下送出来嘅。